大家好，我给您介绍这个就是咱平常用的青姜。青姜呢，咱就用一个根部溜起来，就是好做青姜。青姜的用途非常大，假如你感冒、胃炎，可用青姜补水，加伫加汤食就可以改表去寒。所以感冒你若渐渐感到冷时，免补个姜水食。也有好处。了假如是冷时会月经痛，也好补个红糖姜水食，也会止痛。了你人起人呢，胃肠较寒，直接踮爱流喙水烂、倒尿、落屎，就该止冲出来，后睇到那白白的，也好经常补啲个姜水食。伊会运动、咳嗽，也好治疗这种胃病。了，伊这是青姜，比咱潮州咧有一撮南姜，运动、运胃嘅效果还愈更好。所以青姜、南姜病友，可经常补个汤食，对这所只胃寒嘅、落屎嘅人有好处。539854是我学生嘅微信。我是东吴医药大学内科附属委员的卫生林凯玲，我经常治疗这种胃痛、落屎、肚痛、便秘这种病人比较多。我发觉这种人呢，90%拢是偏寒的。你爱睇但寒个热呢，睇家己的指白白就是偏寒。假如你无病断定的话呢，好来找我，小付你病症。